眼前这只是龙鳞甲上一片小小的鳞片，却能维系着太原的穹顶，统御整个五洲的山河湖海。若真能得到龙鳞甲，该是何等的呼风唤雨啊！没想到公子还会对这般东西感兴趣。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我是不信什么圣人之言，却不能不信天命。公子，齐镇的府邸着火了，不知宗先生还能否把东西送到？不要！射中了，义父。追！北渊走水，火势极大，眼下所有人正在全力扑救。怎么会走水？今夜枫林镇有响动，府中进了贼，我已派人去搜查，怕是与这场大火脱不了干系。好大的胆子，敢闯我的国公府！一定要把人给我抓住了！是。你没事吧？你这里有毒！我这边。带我入宫！你说什么？别废话，带我入宫！你走。是在前面，追！齐镇府中发现刺客，眼下已经逃了，正在四下追捕。其中一个必定是宗岳，还有一个，应该就是那丫头。其中有一个受了箭伤，恐怕宗先生没有办法将我们要的东西送达。那么，计划不就？时机稍纵即逝，一年之中只此一个时辰。我们才能追寻这龙鳞甲究竟藏在何处。错过，一切都得重来。逃到这儿就安全了吗？宫中常备驻守2000人，宫外3里之内机动兵马3000人，再加上领着魏淑英杀来的齐镇，就算是苍蝇，也未见得能从这儿飞出去。你疯了吗？困境城这么大，你逃到这儿不是找死吗？我要是死，也是被人连累死的，死不瞑目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今日日子不好，你还死不了。我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带出去，赶快走吧。自寻死路的事只有你会做，跟我走。国公大人，宫里进了刺客，传我的命令，九门落锁，全力以赴捉拿刺客，捉住的重重有赏。开门！你还好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安全的地方。你，小心！你，帮我把衣服扯开。你，扯开！你忍着点啊！你这是什么毒啊？你的伤口是黑色的。还扛得住吗？若不是我这药效神奇，换做常人，
早就死了。这个奇阵，平时看起来不动声色，没想到竟然是个隐藏的高手。昔日奇阵靠一把射日弓，闻名五州。他和当时的文艺世子一武一文，被称为太原二杰。只不过时过得久了，当年的旧人也死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这段陈年往事才淹没。这样的高手，竟然在自己的剑上下毒，心肠真的够歹毒的。他今日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看不出片刻，他便会搜到这宫里来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现在也走不了了，你要休息好了才能出去吧？不行，我还有要事，不能待在这里。慢点，小心！你别逞强了，行不行？你这样的身体，还没走出去你就死了。好好，是我连累你了，行吧？这样吧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信得过我，你就托付给我去做，行不行？你信不过我是吧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是你自己不需要的。你看你都站不起来。帮我把他安全的送出去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用管它是什么，安全的送出去。你交给我好不好？送给谁？怎么送？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遇到岔口也不要停，一直走，不要犹豫，你就会看到一个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成功帮你送到。你在这好好休养吧。我得马上回故宫府，以免奇珍起了疑心。你不在，我逃走的才更顺利。你死了不要紧，东西别给我丢了。就为了你这句话，我必会活着找你算账。怎么是你啊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你是太想我了，连王宫都敢闯？别不要脸了，你快把衣服穿上。这是我的寝宫，我正想换人来更衣，就你吧。想得美。
皇上，有刺客，臣护驾来迟。你想死啊？我想跟你一起活。皇上，唯恐刺客惊扰王上，臣特来查看。本王睡得正香，国公好煞风景。臣实在是忧心王上的安危啊！有刺客又如何？宫里那么多侍卫，还有国公在外驻守，有什么刺客那么不要命？臣觉得万事还是小心为妙啊！现在不是看到了吗？本王好好的吗？行了，国公你忙去吧。难道国公觉得刺客藏在我这儿？臣刚才已经说了，万事还是小心为妙。不如国公上本王龙榻来看一看，万一这刺客藏在被子里呢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别怕，我跟国公打趣呢。惊扰了王上的好事，臣这就到殿外去护驾。知道就好，别扫了本王的兴。见过国公。皇上当真是好兴致啊！正值春秋鼎盛，也是自然的。嗯。
义父，情况如何？宫里都搜遍了，并没有任何刺客的踪迹。人明明往王宫方向跑了。继续搜。是。禀报国公，张鹤年从戍军8卫中调了3千人，已经集结在焦泽门外。什么？咱们的卫戍营进宫查探刺客，张鹤年却说刀剑无情，怕伤着王上，下令调兵护驾。他这是小人之心，当义父有其他盘算，恐怕是要拿今晚的事做文章。把人都撤了吧。眼下不能落下话柄，但此事不能这么算了。即便人逃出了王宫，也不可逃出太原城。是。